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国情招你研究台湾的汉诗。叶永贞先生日本时代就真出名的诗人、学问家，参加台湾文化协会民族运动，真有表现。捌做过林献堂先生的秘书。落尾就国民党来了，又写一本《台湾民族运动史》，真出名的册。啊，毋过你嘛知，国民党来介管无几年，就发生228事件。迄个时阵，叶明正原来用汉诗写出伊的心声，见面头一句讲：丧虎迎龙400年，庶民命运实堪怜。飞鸽抗暴流成血，斩棘披荆辟未典。只望儿孙能平立，好奇兄弟敬上见。假意启发岁岁恼，解脱端倪太休闲。叶明正这首诗，就是228事件发生无几年，伊表达出台湾人的感慨，讲这块土地百姓志气到来，丧虎迎龙，好气啊换龙来，命运有够可怜。外邦来统治咱，德高斗菜刀甲伊拼，是句讲飞鸽抗暴。啊，尤其咱入山咧开荒，搁较坎坷的所在，咱嘛去开出一区一区的粮田，目的为着啥？为着讲辽过乌水沟来食，咱的囝儿孙啊，甲人有坐徛。第5句的诗句讲，只望儿孙能停立，过来无暗算的好奇，奇就是暗算，就是古价。无才调去疗伤讲，竟然祖国啊，祖国国民党来介管，讲咱合作兄弟，谁知影兄弟大家牵手第一把互看，压倒小台，兄弟敬上前，真正228事件原因就是安尼先发生。啊，叶明正先生讲起来，伊也真无奈。伊另外一首诗有2句，讲叫做无地可容人统靠，有时是淋泪欢呼。我若甲要流目屎啊，都无所在通好去眯起来。只有当阵啊，目屎干咧，爱对人呼出迄个无奈的话声，欢喜是假就对啊。所以这首诗伊收煞2句，伊讲假意启发岁岁恼，我有会啊啦。到底228真相事件到底变化啥款？解脱端倪望后现，交代恁下底的显灵之术去发挥了啦。